每當我哋提到霓虹燈嘅時候，第一個印象一定係霓虹燈光喺視覺上嘅衝擊，感受到佢獨特嘅外表同埋夢幻嘅色彩。但係其實佢嘅聲音都係好有趣，有時候喺街上裏面遊走，會唔小心聽到佢哋喺度竊竊私語。相信好多人都應該會有聽過呢一個聲音。近年，由於招牌嘅管制，香港街道上嘅招牌不斷被清拆，以往五光十色、充滿活力嘅街道，慢慢都變到一片沉寂咁。燈光嘅熄滅，令到霓虹燈嘅脈搏跳動聲音，亦都隨之消逝。Hello， 我叫 Jive， 我係九龍霓虹嘅創辦人，同時都係一位霓虹燈藝術家，一位設計師。我係 Jonathan， 我係一位平面設計師，亦都平時會做一啲多媒體藝術創作。我有個系列叫做 Soundtype， 會用聲波嘅形狀畫唔同嘅符號同埋文字。霓虹燈招牌除咗有燦爛嘅燈光，仲會產生一種低頻嘅聲音，就好似都市嘅脈搏跳動聲咁，有節奏感同人產生一種共鳴。Soundtype 嘅原理係將聲音變為視覺，用音頻同埋光嚟寫字畫圖。所以今次我哋透過記錄霓虹燈同製造過程嘅聲音，再加上 Jonathan 嘅視波顯像互動技術，創造一個作品，去衍生出一個新嘅生命。我過往 Soundtype 嘅作品係透過電腦工具產生嘅聲音嚟整出嚟嘅。今次用錄咗霓虹燈嘅聲音，加埋我嘅創作過程入面，將兩個唔同嘅音頻來源擺埋一齊，希望可以產生到意想不到嘅效果。所以 Jive 同埋我雖然嘅創作媒介好唔同，但我哋兩個都係遊走喺聲、電同埋光之間。傳統嘅電磁圈變壓器係由通過電磁感應，由低電壓轉為高電壓，令到霓虹燈發光。當霓虹燈運作時，電流會通過線圈產生一個電磁場，電磁場會令到變壓器嘅內部金屬零件產生一種震動，而發出一個聲音。有一個情況係當變壓器嘅負荷變大嘅時候，電流嘅強度就會增加，而電磁場亦都會變大，令到產生出嚟嘅聲音會更加強大。有另一個情況，當霓虹燈管損毀時或者運作異常，佢哋會形成短路產生電弧，電弧會令到空氣急劇膨脹，產生一個聲波，形成一種聲音。Soundtype 嘅概念係嚟自一部叫做示波器嘅儀器，係用嚟量度電壓信號嘅。你可以透過睇住聲波嘅起伏，個頻率可以用嚟畫咗唔同嘅幾何圖案。我望住示波器嘅熒幕發出嘅嗰個光，同埋聽到佢個頻率嘅聲音，其實都會令我好自然咁樣聯想到霓虹燈嘅嗰個光同埋聲音。首先我會透過我嘅電腦工具用圖案嚟產生音頻，然後透過扭曲嗰個聲音咧嚟扭曲翻個影像本身。呢個過程係一個聲畫合一，兩樣嘢相輔相成嘅一個創作過程。我作品嘅概念係嚟自街上嘅霓虹燈招牌，因為我發現街上面有唔少嘅鋪頭同埋餐廳都係叫咩記咩記，
而我覺得嗰個記字嘅幾切合我哋今次呢個 project 嘅主題，因為我哋就係講緊點樣保留一個消失緊嘅媒介，講記憶。好諷刺嘅係，我哋揾到好多記字嘅啲例子，嗰啲招牌都已經俾人拆晒。雖然好可惜，但係都幾貼切，因為已經冇晒呢啲招牌，所以我哋只能夠用光同埋聲音去記住呢一啲記字。變幻原是永恆。當霓虹燈唔再係商業招牌嘅唯一媒介，佢嘅需求嘅減少係必然。但係因為霓虹燈光擁有一個好獨特嘅觀賞性，佢豔麗嘅顏色同埋佢個溫和感係冇嘢可以取代到。而霓虹燈嘅歷史由面世到而家只係有短短110幾年，配合現代科技嘅進步，我相信霓虹燈係有好多可能性係未被發掘。而我希望透過創作，可以將呢個快將消逝嘅工藝可以繼續流傳落去。